好来，乡亲啊，上强的业配部长陈时中，这礼拜要去嘉义县做客，县政府是高规格要来迎接，用在地18乡镇的食材，做出着12旬的山珍海味，要好好啊来款待这位更替部长。一盘一盘拢是嘉义县在地好料，菜色看起来袂歹，槟榔花炖鸡、无饲的沙目鱼。 菜龟海产鸡、青菜水果甲白虾，莲子台湾鲷鱼油饭、笋仔炖三层，这样侪真卡的料理，拢你等一个人。这几个礼拜，走垦丁游台南市台中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，6月初5会去嘉义县，嘉义县政府讲会传甲真清楚办到欢迎伊。将家己的土产18乡镇的食材作为12道菜。 还要来款待我们的时钟部长。12项菜当讲是嘉义县山珍海味拢伫桌仔顶啊，当地有特色的伴手礼嘛准备好啊。戴着我们的天色帽，还有我们的 Q 嘉义的 T-shirt， 那都会在那边出现了。但是中有一个称呼就是超级业配王。 伊行过所在，拢敢若是加工类啊，风共款。伊放过也是食过的物件，拢卖了真好。所以嘉义县这摆嘛足期待，阿中部长若来，会当替在地员工加分。好。